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21日，约伯记36章16节安尼讲：上帝爱要救你脱出灾难，带你到开阔自由的所在，佮摆满丰盛的食物伫你的桌顶。三甲来祈祷，救阮脱出灾难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赏赐丰盛活命的主，你是阮得到快乐甲帮赞的供应者，你是慈悲怜悯甲疼痛阮的上帝，因为你疼阮，所以你无爱阮伫艰难中来灰心失志，你爱要救阮脱出迄个灾难，互阮通到开阔自由的所在。阮要感谢你无煞，主啊！世事变化无常，人生苦难相逢，靠阮家己无法度摆脱，只有靠你才有毋茫甲喜乐。因为我靠你的，你要使阮开阔自由的运福，佮要将丰盛的食物，甲阮所欠用的一切，摆满伫阮的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拢用喜乐的心来面对咱所遇到的艰难，因为上帝要救咱脱出灾难，带咱进入伫伊的丰盛的宴舍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